我，哎呀，你好仗義喲，謝謝了哈，給二叔在門口見。要得，我回頭把他的電話號碼發給你。哎呀，好，一會兒見哈。哎，雷珊珊，我找你这麼清光清正，我就值1萬塊錢我。1萬塊錢價錢不錯了，就我的電話號碼貼在學校門口也沒人要啊。瘋狗啊，這是！你，趕緊的。別看我。就剩1萬多了。妈妈，我想要點錢。要錢幹什麼？要錢幹什麼？哎，我要學法語。我要去法國，去盧浮宮，跟他們去看畫展。盧浮宮有各國語言的解說，有嗎？有。那我學日語。我去日本，去日本看那個浮世繪。媽媽，你給我點錢吧，我求求你了。樂晨他沒錢交學費了。立刻發。